被我姐姐哥哥们欺负。他们都小时候都说我肩膀上有鬼，然后在吸我的血什么的。好花金彩，伊那日那是无来哟。从到按快乐安尼哈。哦，丢起来，丢起来。丢起来，甲个海军讲去丢狗啊。喂，放出来啦！三姑娘那从啊，心无可有，无从我的心唔爽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向下来呀哈！哎呀，今日咧讲投胎所以天一礼拜啦哈。下礼拜哈，诶，歌数嘛青岛哦。对啊，上礼拜有两位并签署投胎啦哈，流行歌剧组还有传统组的。嘿，哎呀，礼拜要好发兵啊咧哈，希望全部唔好变投胎。好，迄开始万一不变投胎唔怕，先老师签署，嘿，老师会想看办法，本日再转。好。投胎水比水规则，大傻参赛者各人创意数个位，分数请大家量上，老分数无太多88分嘅抢势投胎。因朋友的评审先生有叶家秀先生、齐这位先生、总比先生、罗格力先生。好，下礼拜相同有请到叶家秀先生。嘿，你遐个是他投胎赛了吼，他搞个较细一点的基本的功夫要做吼。节拍、音准了着要做吼，啊，还有一点，最重要讲，你遐诶，我哋个标准无相同咧，所以讲，某时来咧都技术性嘅问题呢，尽量要注意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！好，你谈我嚟啊！因为有旁边有人翻译，有手语翻译。他刚刚讲的要注意啊，节拍，摸摸子。没讲我懂哈。对，音准，注意。来，刚刚这场个比赛哈，有抢到 TV。才子带来新年来，新年到。哎呦，过年了！咚咚咚锵！准备唱新年来，新年到。也是一首强快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听爱唱了以后，幸福停定来。欢喜咩停定來，祝福大家。春風吹，春花開，春花開來，春色滿山講，春花滿山開，迎接新年來，新年來呀，新年來。幸福甜甜來，新年到呀，新年到，甜喜又甜菜。新年來呀，新年來，歡喜甜甜來。新年到呀，新年到，甜甜甜福又甜菜。春風吹，春花開，春花開來，春色滿山講，春花滿山開，迎接新年來，新年來呀，新年來，幸福甜甜來，新年到呀，新年到，甜喜又甜菜，新年來呀，新年來。歡喜甜甜來，新年到呀，新年到，甜甜甜福又甜菜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两位主持人好。蔡子姐姐。哎呀，蔡子姐姐哈，哎呀，你也在做乜嘅工作啊？应该做保姆。保姆。咱人出生人。啊，推到誒。俩推咧。啊，真係你啦。最多可以帶到誒。我
土啥的，哦，三妹，啥的哦还要靠针灸嘛？有靠到，有靠到啊！哦很有耐心呢。对呀，太生意呢。不然现在的保姆吼，有代购的哈。真的不简单哈，不简单，真的。哦，特别这家生意带同样带配音生意有重要嘛？这都没穷用啊！讲我这家生意做得大，配音生意做得大。做唔得啊，没做呢。咱还看我讲故事本记得糖啊啦，你哦，讲故事啊，还有啊，冲果鼻糖嘛。当然啦，从山歌流从哪来呀？给我讲闹连连。啊，真的啊！哎呦，太生意了啦。你还3岁咧啊，3岁啊。我3岁清神期啦，对清神期嘿。没有搞几讲客啦，哦。唔讲啊，搞几讲嗰個炸日嘛，嚇炸儿，仔雨伞啊，雨伞，哎炸日啊，炸儿。那个阿姨不对啦，雨伞是 umbrella，跟你讲英文的。然後你聲音全部學英文較多啊，他講阮土都無上我轉無嘅，轉一件無嘅。係啊係啊，哎呀，你看對生意也好。任保姆了，真真的的当保姆要非常非常有耐心。比醫生呢嘛？啊？那是奶媽。給媽媽會買啲冷凍奶粉來啊，哦，冇係比要生呢啊，泡奶粉啊，哦，他對他講到比起干嫩比是咯，奶娘啊，嚇死我了。有奶便是娘。對對對，哦。好啦，從到用班的唐西章的公平那裡。好，奶阿公。啊，菜子吼，根本呢，我感觉讲几条歌你从伊拢你是创到真好，不过就一点根本，太用讲咧，送都创到冇个甜咧，个人大人都太甜咧吼，打扫会注意说练习是对自家能力范围按做做到你今日做到，自然就好了。莫练得太厉害，好不好？酒好心切啦。哎啦，唔怕，你这条是值得鼓励嘛，所以你要不分我就没有扣你分数了。那我是说，所有给电视旁的朋友注意看，因为才知2點是做得清楚，特則是你客家嗰個迷音嘅則是嘅要分開來，咬字要很清楚的把它分開來唱，就講山歌有一個歌舞調起來，你就做得清楚。春風吹，春花開，春花開來，春色滿山講。雖然基本呢上摸清楚，這是求好心切，不過應該做的事情你就做到，2點全冇簡單，我咪希望基本你就清楚先切，好不好？什麼先生？好，安子好，來哦，看一下分數啊，嘿，猜這分數。好，來。90分，過關。什麼太冇問題高？哈，哎呀哈，還不會再變啊嘞，好，安子謝謝。好來，殺下來，唐水峰帶來清茶夢水。騰啦。每一次嚟唱歌比賽，我是為唱最後一擺嘅目的來唱。我會盡量來變，讓你嘅歌唱到好，去能夠俾我哋所有親戚朋友有好嘅印象。電視機嘅朋友也讓我鼓勵希望。情一场，梦一睡，梦着松水。世间情，泡一枝，色彩淡银杯。错那穷真改穷皮，今宵来
哦，两位好，两位好。俺家的传统族的啊，哈，传统族啊，从吃油包的啊，落山沟，落山沟嘿，你家从落山沟嘛哈，好，哦，哎呦，一条要拄蹦恰恰的嘛，啊，上礼拜有一三日就蹦恰恰就请无，哎呀，好，关于青山从公蹦恰恰的那个节奏的许哲伟老师来讲。师傅我替拜堂唱歌的啦哈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当到啲台当表演的经验，眼神吼，还有眼神线也好啊，颜色也好，也係講唱歌的戲也好，當足，我知道當針調。你一開始我說，哎呦，天記出來應該要嚇到我，有啲歌嘅佢唱起來一聽就懂有咩戲，你看給他造型也是非常的突出，對，而且很有特色，照亮別人。我愛知道他很有特色。對譚水你就嚟講，當然係可能建狀嘅無來流行做 B 歌嘛。古所講一開始就落魄嘅，落魄可能自己咩強度，跳前啊全部亂踢嘅。世間情破一枝，色彩燈銀杯。今比當然啦，按比賽嚟講，真件出。很可惜大送的啦吼，唔過我知道你做得家電，吼家電就流行過多加糖，我相信你下擺有機會轉來話，我相信一定有機會這個往前行，好冇？哦，是嗎？睇先啊！勇敢出前行，勇敢出前行。你要慢講啊，我三拍子蹦恰恰冇，所以他前六模蹦恰恰。还有啊，什么？来看一下分数了啊，还能看一下来。最峰的分数。好嘞。謝謝啦。係先啦哈，轉移雜點點啊嘞，謝謝。雜點可能也上岸後嘞，好不好？好，按住這樣，好，現在槍子投胎啦哈，槍子。嚟，好嘞，殺下來滿意咧。請嘉琪帶來葉公公。好嘞，彈看下哦。上次节目播出后，阿公阿婆都很开心，我上节目唱歌给他们听。那今天带来这首《月光光》，让我想起小时候跟家人在一起的开心时光。希望等一下可以献给大家这份感动。故事的两叶树下穷下跳公公，天桥地背强线的村的，爱人穷下米汉的，飞老马嘅爱离开，跳摆单纯的世界，上娘童娘，夜公公就在路，也嘅故事我已經從西塘到台，對跳擺嘅流傳下來，夜公公就在路，根本嘅愛的變那麼一樣，等夜公帶下公故嘅路應家那一夜。上娘，童娘。哎，佳琪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
你好，你好，嘿。啊，亚托联合大学。联合大学。那是各位堂公很调摆时间待花莲的一首歌的回忆。对。那时候住在花莲啊，就是因为房子很旧，然后也没有电灯，我们都用蜡烛。那是古代吧？对啊。然后煮饭要砍柴，然后去吹那个。你几岁啊？你怎么会？对啊，你怎么会过那种？那时候我们是在大爱的画面里面才会看到啊。那大爱是演那个主角的很小的过去啊。对，那是国小的时候啦，就是住一阵子而已，没有长期住在那里。你国小也是10年前而已吧？因为我爷爷奶奶很喜欢那种生活，但是又没有把那边重新翻修。原始生活。对，我们都会去河边，就是用树叶啊做玩具，然后再比赛。之类的，某天佛某马盖啊，很可怕。现在想起来很可怕，而且我小时候很好玩，而且我都被欺负。我怎么被欺负？外来的没有，被我姐姐哥哥们欺负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叫他们过来。对啊，真的，他们都小时候都说我肩膀上有鬼，然后在吸我的血什么的。要骗你啊！可是真的会很害怕，从小就生活在那种童年当中。对，而且他们出去玩啊，都说我说我要跟，他说我给你500块，你不要跟。那么有钱没有跟？可是我就会觉得说，我还是要跟啊，就是我不管多少钱，我就是要跟。对，然后他说好，那你赶快上去拿外套，我们在楼下等你。我说跑，我就赶快跑，就跑下去就人都不见了。然后阿公就会带我去买糖果，对，哭。对，然后从小的回忆。对，就是还蛮好玩的。这可是他们现在都对我很好。就是因为你现在比他有钱，家里的灯比他家的还要亮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还是住一起啦。哦，还是住一起，就是可能要弥补我一下。对啊，其实这跟我很像，我小时候也是啊。我哥哥他们都，我要去哪里都不给我跟。对啊，真的。可怜。对啊，后来我长大以后都他们跟着我。所以加油。好，加油，好。哎，唱得很好呢哈，很可爱。对 ，Gaki， 哎，好，你的声音真的是很甜，很可爱。那我听到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声音会吸引我。对，觉得很棒。那想要给你一个建议，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么多的那个比赛的人来这边比赛，很多的参赛者你们都是在唱的时候就很腼腆，然后很拘谨。结果唱完了之后，一访问就对啊，这样，真的，我觉得佳琪也是。其实你用你现在这样的，你这么好的一个应对这个口条，你用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这个方式去表现这个歌，就会更棒。其实唱歌就是你平常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好像你说你刚刚的故事，其实是 Q 妞，你用一样的方法去做的话，会更漂亮。然后。那个标题嘞，这个地方第一个音没有上去，很可惜。其实我在听你后面的时候，发现一个问题哈，你公公修出来了以后，两个故事爱行到你的胎，那个胎跟俩是同样的音高，可是你的胎就上去，可是你的第一个俩却没有上去。于是我又继续听了你的第二句，跟朋友一样的问题，所以你要记得咯。后面你那个胎是这个高音，前面也是，你前面不要害怕，哒啦啦啦哩啦哩啦哩啦，整句就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，用那个胎的这个方式把第一个音就把它勇敢的唱上去。高音的时候你就尽量放，因为你的声音非常甜美，所以你把它唱出来，不要害怕。好，一定会更棒的。好，加油哦！谢谢老师。对，好来看你的分数啊！哈，请加起的分数。最近刚失恋哦。对。等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？遇上是再冇白開來嘅時間，而家其實爽唔起一下唔來。回去練嘴型，冇事就白嘴。我真拿假咩嘢嘛？個神主啊！哦，神主。
你的分数啊，哈。请家起的分数。哎，还蛮宽分数其实蛮好意的。对啊，你想你通过了呀？没有啦，我没有太紧张了。太紧张，不要那么紧张啊！对，大家每个老师都很喜欢你，我们都很喜欢你。对呀。我也很喜欢你。你怎么会喜欢女生？你没有喜欢男生啊？啊，不是吗？啊，对了，谢谢。我给你500块。你要跟他走，赶快上去拿外套，快点！赶快，你看，会冷。要等我。好，赶快，动，快点！再见。好嘞，沙来。入腰艇带队钟仲英。来谈个啦。大家好，我叫叶瑞腾，很高兴又跟阿婆一起来闹热比赛了。虽然跟他不同组别，但能够跟他一起唱歌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希望我们2个今天都能顺利过关，加油！甘兴的缘分线，注定咱相守一生。甘兴的路断了线，念多情意困于黑。假使有来生，不惊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爱比心多年，让爱在你手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惊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袂倾倒你，发在你手中给伊，让爱在来生相遇。假使有来生，不惊你变心。主持人好，不要难过哈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啊！你最近刚失恋哦？嗯，对，啊，交往多久了？半年。半年。半年到几累了？什么啦？干嘛这样？真奇怪。今日一条歌迄充满鸡汤的对吗？哎，对。好啊，来对着镜头跟他讲。没有啦，唱。等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？啊？叫什么？不行啊！你偷偷跟我讲，跟我讲。姓魏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出来？没有啦，为什么姓魏？就是那个半年了，然后就说这半年我因为比较忙碌，所以我就没有时间陪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直希望你接讲就谅解。好啦。是啊，因为那都讲完了啦。对。你讲好了。都讲完了。啊，已经回到你身边了。没有。现在回到朋友的阶段。对，朋友就好了。但如果是朋友，朋友就好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啦。对，好啦这样比较好。哦。如果说还有缘，还会在一起。对。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还会有更好的。是你的跑不掉了哦。对啊。好，加油加油。好啦。OK， 好，那哪一位老师的公平？罗国立老师。一同演亚黑歌唱比赛，好，
讲故事来诠释一首歌，它是一个方法，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方法。你知道是哪意思吗？就是说你要在歌唱的技巧部分跟处理细节上面多精进一些。比方说你尾音的音准，比方说你下歌，像你今天有一个错误，就是在最后一句，假使有雷声，唔让你变心那一句，你进歌的时候慢了。让爱踩来先上瘾，假使有来先唔让你变心。有可能你连线唔拉，也有可能你晃神都有可能的，这个情况都会有，我们都会有啊哈。但是我很欣赏你今天这种感情的直接接触人心，直接打动人的心脏。我们海军姐讲的哈，直接打入心脏那种感觉哈。对，你有这个本事，这个就是你的长项，你去好好的hold 住这一点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谢谢。好嘞，考奖的分数，好。要填的分数。很棒哦，谢谢。过关，没问题。好，赶快把女朋友追回来。好，好，耶，他叫卢广仲，耶，哎耶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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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好来，好，撒哈拉阿姨求必须带队啊，每个叔叔来谈个啦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必须。最近当感谢农业大陆台列嘅节目，请到按专业嘅先生来指导我哋哋，帮我哋哋有方向去练习，这样感觉进步挺多。希望今本日做得顺利过关，当做得继续来了嘅好事啵，希望大家。锵锵天气，阿妹嘅松树，轻轻的看阿妹嘅面容，无情岁月不留情。神了了退路，为曾走情甘路，为曾高勇肩负，人间风霜冷露，就将真来数。主持人好，主持先生好，哎呀，唱得以后呢，真紧哦，哦，以后，很棒哦，哎呀，什么先生拢爱知道啊，真情流露呢，先生有吞样啊，知道。佢讲啊，个送要尽量偏我头前，用啊个送较亮。送我偏我头前。啊，你用那做头前，唔要头当。哦。来俾先生干讲诶，张飞如先生。哦，张飞怎么讲张老师哈，哦，用幻想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要幻想一下。哦。好。对，就冲到前面来就对了。就是我建议他，因为给个嗓有的时候唱出来的时候比较后面就比较舌根音，对，让我就让他把它放在唇齿多一点，所以我觉得给面。我自己觉得你唱得很好，对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整个唇齿非常的清楚，对，对呀对呀，给你懂亮，穿透力很好。真的，对，该用力的都有用力。对对对对，很好，很棒，很棒哦！继续保持就是这样子，真的好。那位先生的公平，阿公，阿公。非常好，我相信的所有的现场对于根本的表现
都觉得不错。不过对我来讲啊，感觉讲，你用个条件去做得，如果你要进步，对你来讲，中等的中上的水准，对你礼拜个比赛不公平，因为我觉得要求的更高，你根本可能我给你的分数不高，不过我个要求是讲，我希望你用另外一个层次的国术来冲国，就唔係講動動表現天天，你要用有表情，你啱啱要求講，希望你用個衝國家要做得講故事，跳得講，所以你要先練很多次兩國術，然後過來嘅所有嘅呼吸我一擺講聽，呼吸要留佢內位要換氣，留佢表好，還有咬絲，你要雙數，你做得不錯了，所以那個後面就不要硬拖，不要認為說那個拍子沒有唱滿是唔錯嘅，唔要。最為太阿妹嘅一松樹。對於根本的表現，我覺得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，所以唔係講我本嘅分數冇好，就表示說我不肯定你，而是說我剛剛讓你講，分數雖然冇好，是我從另外一個高度來看你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相信你今天是可以過關的，所以希望你在過關了以後，要加更多的努力，讓自己往另外一個階段去晉升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請問先生，謝大家哈，來，各大家分數，好。求必須分數。请问先生，92分。很好，過關冇問題，我來開始做哈，我來殺下來呢。王興寶帶來豐田不負苦心人。好嚟，行啦。大家好，我係王興寶。上一擺參加比賽，一下是勝就冇過關，mais禮拜當時冇先生老愛糾正來，禮拜我選一首較適合我唱嘅歌嘅，希望禮拜有好嘅成績，什麼大家？唔好言明白，唔好談遠快，命運自家來安排。人生是海浪，要高也要大，一時落愛原來。人生不盼空要太，有心將天看一條曬，為到將來，為到命沙，全心萬苦也愛開。一份殊勝，紅顏不負苦心人。你好啊，主持人好。哦，松柏本人淘汰嘛。係啊。我本身叫過嚟。先生都叫嗰段啦。係。松柏係先嘅岑老田。岑老田冇唱啊條歌嘅。冇唱啊，音樂先生就講，我哋一般來講，即係你係我係做決賽用嘅歌曲啦。哦。佢有啲嘅難度啊，就將。禮拜將會選兩首較輕簡單的，較簡單、較老嘅歌啦。啊，較傳統，他個較熟悉、較熟絡嘅歌嘅啦。哦，對對對，豐田不負苦心人，因為當較適合唔唱啊，適合啊，嗬。比較中規中矩啦，係啊係啊。因為唱歌就係有兩種嘛，一種就係講自家喜歡嘅歌曲來唱，一種就係講唱自家適合自家唱嘅歌。哦，唱岑老田係較喜歡咧，較喜歡嗰種味道，較溫情嘅嗰種感覺咧。哎呀，蘇係較適合嘅，較善啊，一個較適合。其實，呢首歌誒沒有唱過啦，係用
比较有把握。因为而家主创人而家嗓音吼，老会较强。就 tempo 上啦。对对。安尼看这创啊一条歌的先生有乜个感觉嘛？哈，来，这位老师，王太公你好。松柏看到你的世界，苍山老田，那之后，泰家其实是很惊艳的，就像我们讲的哈，拿一首非常厉害的歌曲来开线。其实人家上来松柏就讲过，当有戏子的上，人家人强样，讲法咩当有戏子，上先当好，根本强样。我这种人吼，我以前没有戏，我们人其实要有个中间值。你看佢头一个最难。你下头讲最简单，太假都底耶，朗朗上口。不过你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，就是你太紧张了，知道吗？有心唔惊疯狂而有态，其实你自家咬到自家最顺的吼，自家有点唱不清楚，还有心唔惊天嘅寒，人家上唔去，还有千辛万苦去紧张啲相词，人家前面有啲咧。吼，自家应该底啦吼，看播出底嘅。其实呢首歌曲吼，因为太熟嘅，古所讲有一啲啲嘅差池，你除非你讲啊，你可能冇准备好，也太紧张。我做的喺最大上嘅地方，还有我知道能把专去练习嘅时间，还能寻到一家最好弹嘅上啲那位，譬如讲最高啲那位，最大啲那位，你當到地方都帶唔下去呢。譬如講命運自家來安排，帶下去其實第一冇蠻好唱，有時是再冇拔開來嘅時間，人家上其實上唔去也下唔來。何言明白，唔好貪遠快，命運自家來安排。古所講，我想辦法，讓把人老子家再拔下開地位，唱出來上。正然係冇下無強樣，因為也演示要很好聽，嗬。唔過佢最大嘅部分，當然係詞嘅部分啦，嗬，還有落魄嘅部分。希望不管用把戲，希望繼續唱好歌嘅，嗬，繼續表現俾你看，加油，好，安尼就看一下人家分數啦，哈。係王賢波分數。也都冇辦法了哦，對啊，你天一百了，哎呀，天一百做看先生，哎呀，好，看多士先生。回去練嘴型，好，明年學白嘴。白個太陽。冇事就白嘴。冇做拿假咩有冇？啊，個神豬嘅。哦，神豬。佢是練習把豬嘅嘛，稱為衝嘴。好了，哦，拍攝，這裡哈，在邊當中，安子先。好來，殺下來呢？彭子權帶來愛興嘅人。來唱啦。表示愛心意。他唱這個歌哈，雖然這個很老的歌，很傳統的歌，但他唱起來就別有新意哈。他應該是屬於那種人包歌的，有些是歌包人的。加油！好，謝謝老師。謝謝，你彈在這啦？一點點。啊，他都在罵你，你不知道。大家好，我係彭思權。請歡喜紐約大擂台本藝有夜唱歌嘅機會，今日我愛演唱嘅歌曲愛送俾我嘅朋友，祝福我嘅朋友身體健健康康，來到現場同我加油，做夢。這金子送給你，表示愛心意。今生就愛你，愛別散你，夢你出愛做你歸。金子帶數字，點點掛在心。千萬記得愛恨一個人，不願相逢，都
来世，伊心面一定下去。哎呦，因为我想我现在传统的歌，你叫有什么故事吗？一条歌诶吼，其实迄爱人伫乡下，啊伫总督诶结婚诶时节，爱去北美，伊听话拢上台唱耶稣歌诶，就爱人去乡下去人家结婚会办流水席啊，啊就会有个前面就会，前面会有人唱歌乐队啊，那样，啊，人北美迄唱歌诶，爱北美就唱伊。佢好唱歌诶，啊伊就一定会点歌诶，啊伊要唱客家歌，伊就一定点耶稣歌啊，就送本新人啊。其实人客都唱的啦，哦，但是你看到安尼创作，你就会从一个我要唱啊呢。哦，那北美怎么没有要来报名到了大擂台？啊，北美吼就今年俺这归去的时节，啊其实俺能录下迄。大家庭啊，佢吃团圆饭，其实明年阿伯伊人、姑姑伊人拢会过来乡下食饭。啊，今年就想过，有冇看到北美？啊，像阿伯同诶叔伯这安尼人过来，啊，俺冇到门啊，啊是2年后啊，我过来台北的时节，太姑姑人同我讲，提早1点钟出门。啊，我能带因去，出差前先带因去医院呢，去加护病房啊。嘿，可以遐北美，啊，我人哋讲哦，今年其实北美因为生聪功能的问题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啊，我今边有机会，我想讲推我阿伯创耶稣歌诶，啊，送帮我北美，啊，希望祝福我北美早日康复，身体康健，哦，佢唱到一天会健康诶，对啊，今日唱到爱有感情，真的，想要跟北美公诶发，想要鼓励北美发，全部拢冲伫遐个。爱迄五几年的歌的地度里，对啊，爱还可以唱啊，还做得唱就推阿伯来唱耶稣歌的啊，送帮北美安尼。哇，很有心哦，很孝顺哎，真的很有心。对啊，阿伯每一天糖多的身体要根本夹都要好起来。对，哎呀，好，白起了。好了，那一起上的公平啊。张老师，思云。耶稣歌迄个20几岁的时间喝的。哇，现在50几啊？没关系，我现在51啊，我不怕。哎呦，你真看不出来哈。真的看不出来。然后50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好奇，说，你选这个歌，然后你唱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棒。就像上一次你唱客家本色，对。我觉得你唱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味道，属于世君你的味道，然后是年轻的那个感觉。对呀。我第一次听到那样子的客家本色。那今天这首歌更有意思。你一个就是以你男生的声音，然后唱这样的歌，其实我很喜欢你跳前个时间，你唱到一半，大家听着，然后表示爱心意，你唱的时候，你带了那个笑容，那个时候你的声音。送出来的时候，带了一种不但是柔软，还带一种亮度。你的声音因为很柔软，但是不要觉得你。其实哈，你的嗓虽然是感觉上是高频，可是其实因为你。的唱歌自己可能以前是学声乐的，所以你的丹田的力度是很够的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声音拉得很稳，就不会很多人他是用比较高的共鸣点，他可能声音就飞走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就是肚子跟呼吸、丹田的力气是非常重要，只是每一个唱歌的歌手都要去注意的。如果你的肚子的力气够，你就能够把你的声音拉稳。你就算声音是比较柔软的，或唱得比较高的，都不会飞走。我觉得今天。你这个表现，我觉得很棒，我非常的喜欢，所以我给你的分数是不错的，加油，先生。真的，你就把我们庄老师当作是北美的来唱着，庄老师都感受得到身为北美。真的，他唱这个歌哈，虽然这个很老的歌，很传统的歌，但他唱起来就别有新意哈。
不会觉得老哎。他应该是属于那种人包歌的，有些是歌包人的。听起来怪怪的呢。这么讲法讲出来怪怪，怪怪呢。好啦，来，看一下分数来。彭思quyền的分數。怎么是这样？96分呢。老人家是喜欢听老歌，你看。阿爸给你25分呢。是吗？阿爸被感感通了吼。没有，是他讲这样，俺这位老他讲各位想参加的朋友逛街哈哈。像思群今天的演出的这首歌，我要给他满分的原因是跟刚刚我给22的那位某 Q 中的医师，你不要他很用心的把这首歌整个包装的，像我们甜心讲的说是银宝国嘛，哈，他是整个把它包装的非常好非常好。主要是哈，第一点是讲他把所有的每一个字该在哪一个位置的共鸣区，你做得清楚，国代，加上这首歌又适合你哦。你莫什么讲给他故事跟成分，主要这整个歌曲从它这亚述国位线都清楚的是它有那个空间，足够让你在那里面玩你要玩的东西，然后你都慢慢去设计。轻中型对我来讲，我是希望所有的歌手，你得我的比赛从国家，你归属国位自己去慢慢去想，然后去想，你要怎么做，然后呢去掌握那个每一个你要做的东西，然后去做好。你做唔要紧张诶，创意其实唔要紧张啊，第一要做嘛该懂习嘛。是。接下来我只想用把底下这个东西做到我平常练习的标准，那样是大家来比赛的一个最好的心态。是。所以我给满分的不只是他的歌艺，我给满分的是一种精神，就是说你要带领大家说，来歌唱比赛是一种挑战自己的精神。我程度到哪里就做到那一位，把它做到最好。根本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说你也差不多就这样最高点了啦，就这样。好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好。好，对，连罗国立老师也给到满分，23分。他的满分23，对，真厉害。对呀。好了，恭喜啊！什么？恭喜！那就这样了，回座休息。杀来。王淑兰带来优胜旗。来，唐哥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淑鸾。这次淘汰赛很开心，没有跟老公同一组。希望我们2个都可以顺利过关，在未来的比赛一起努力。老公，我们一起加油哦！风吹花喷得落天，唱的感情水体，老歌到情地下手，今日老年改强皮，夜来人唱诉故事，木子暗吞无人知，家台三家思相依，难分屁股又相知。哎呀，素兰你好。伊个素兰，要出家啦，素兰。你好。听说你身体一直都很好。对耶，真的耶。怎么结果就是礼拜天吼，那个上个礼拜天，同学会的时候，对，回到家，怎么不对劲了？喉咙不对，这里也不对。隔天就更惨了，被老公吓哭。我也这么猜，因为那天同学会是我们大学同学会，
那我们是同学嘛？你跟老公也同学呀？是的，那一定就是他的问题。没有啦，不过他当然希望我们一起都能够来，对，感觉参加出来夫妻俩的感情亲厚啦，亲厚，贤康哇，我们都从大爱唱歌学到现在，是哇，你们感情真的是非常的大学间谍同学情深呢，哇，间谍。那这样几年了？50年。有这么多？我不知道我知道从65年毕业，民国65年，所以60。现在108年，07年了。所以这样多少？40几年有没有？你不算，我还有我很年轻耶。 40几年了，哦。40年的咯。对呀，42年呢，哎呦，没懂久呢，恭喜恭喜！有了，还是看起来很年轻。对对。谢谢美女，谢谢你这句话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听老师讲评了哈。胡贵老师，好来，谢谢。素然之见以后。前面刚刚慧茹老师就讲了，说我们今天的参赛者里面有好几位，就是当你在唱歌的时候，跟你在事后接受主持人访问的时候，那个应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也是其中一个。你看你跟主持人在交谈，在应对的时候，你多自然、多轻松、很放松。我倒觉得你是第3个主持人那种感觉哈，很好，很自然。那可是为什么一旦要唱歌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武装自己，然后把唱歌这件事情变得非常严重？不止你，好几位参赛者都有这种问题啊。讲话的时候他是非常轻松自在的，这个天马行空都可以。可是，一到唱歌他就哇来了，就武装自己了，这样有一点点可惜。不能说不对，你如果在武装的情况之下可以把实力拿出来，那当然我也不反对。可是偏偏就是很多人会造成反效果。你一旦武装了你自己，你的实力反而就拿不出来了。你今天唱这首歌，它应该是一个柔歌，是一个抒情歌曲。那你一下该第一个字就让我觉得很硬。风吹花盆跌落地，那其实听着就很不舒服。你讲话不是这样啊。然后还有最后一句就是“南问屁股有香气”，你唱的是“南问屁股有香气”，好重哦。你何不就这样唱呢？“南问屁股有香气”，轻轻松松的把这歌的柔情带出来就好了嘛。了解。我觉得你唱歌有点矫枉过正的感觉。台三家思相依，难分屁股又相记。你可能太在意去营造某些你想要的东西，反而带来了包袱了。你不是唱歌不好，你唱歌很好，只是有一些，我觉得你该去学习丢掉的一些包袱。感谢不要有的就不要有，把你原因呈现出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鼓励你多做这方面细节上的处理，会更好，会更进步。谢谢，真的感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关本书。王淑兰的分数。行吗？谢谢，感谢你，继续加油，谢谢。好，今天个有6位歌冠，2位抢死淘汰，就係彭水峰84分，另外一位呢係87分的王興博。好，2位朋友排勢啦，哈，哎呀，再繼續加油啊咧，哈，練到啊，其他留下來咩？後補人當場嘅路哦，還要拼啊咧，好嘛？加油！啊，這些，謝謝。哎呀，都傳統組嘅天一禮拜淘汰賽啦，哈。好，上禮拜大家有看到嘅哈，一禮拜就好好唱就好嘅啊，哈。冇緊張，冇跌波，冇反正。冇事，冇嘅腳要注意，係。冤腳啊！腳冤好來。好嚟介紹評審先生啊嚟啊！李秋霞先生、張永興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、巧克力先生。啊！喺比賽之前的獎金挑戰上，哎，有請等一下個說阿妹來哦。我哋表演咯，唱歌本太簡單哦。唱傳統歌呢，冇簡單哦，暗色也聽哦。真的哦。啊，總之引帶來平板。來彈個啦嚇嚟。
哎，四阿妹你好。子怡，你好，我姓罗哈，我跟你自我介绍哈。哎，知道吗？是爱嘛？爱买药的对吗？啊？感冒的用试试，咳嗽的用试试，比赛鼻炎用试试，嘿嘿。感冒用湿湿。有感冒前兆，提早用湿湿用湿。哎，我吃了没效哎，还是很哎，你不能这样讲。怎样啦？对呀，老板会看呢。真的吗？对呀。我讲国语吗？我讲客家话。你刚刚讲国语。哦，是哦，那他听得懂剪掉寄给他。唐公，我们来参加要给讲，听得懂客家话吗？听不懂。哦，我还好，我有讲2句先问，不然就白讲。哎，听不懂，但他唱得很好哎。对，他很有来帮味道哎哥哥探路的。哥哥哦。对。为什么？哥哥要来参加我们的比赛，然后哥哥会害怕，哦然后堵牙漏妹了，先来探路，可能是要走得还唔走得。哦，所以哥哥今天又来啊，哥哥。呀。你的哥哥。哦，那个绿色的是哥哥啊。啊，啊旁边给他买娘婆。哎呦，奶奶书面哈。阿婆，學生哥學嘅叫誒？忙咗一年。忙咗一年。大幾學嘅啊？啊，你係很高誒。我去9年班，因為要星期六。星期六人要學校，我是頭去9年改變人學。是大幾去？哦，好忙到一年，安尼哦，創到以後呢？去當家啦，他馬上是袂創啊。成日呢係當家啊，去當家。是假袂創麼？來報名歌誒吼，係創家拜嚟啦，以創吉下拜的。哎呦，他是我們你來的比歌誒？老同學。哎呦，拍攝，對，我唔記得咧，拍攝這裡。哦，過年再來啊，啊，再來編下嚟啊，然後再問哥哥來嘛，哈。係啊，哥哥也要來比賽。喺來比賽呀，我來參加獎金挑戰賽。獎金挑戰賽。哦，妹妹先來啦，哈，再換你。哥哥他才12歲而已嘛。哦，哥哥看起來也很大隻哦。哦。猶如一匹小馬。對。好，安志 C， 啊，妹妹你也唱得很好。對，很棒。然後又漂亮。對呀，來聽一下老師哦，講評一下，看你有沒有辦法拿到獎金啊。校長。金美創咧，基本上來講，貸款嚟講係相當好上標準。唯一就因為佢夾個通商嗬，較高，故所佢係創到大型嘅時節，佢冇辦法帶下來，帶下來，也有兩個方式，一種方式就看夾個那個人家就講跳嘅嗬，要提高一些嘅，定期嘅，係啦，但是又驚怕夾個高音嗬，驚怕會上唔去，啊不離嗰佢根本要按嚟處理嗬。算做得非常好啦，但是佢潛力當有潛力啦哈，希望佢繼續多加油，加油！謝謝老師。謝謝，你看看這啦。這個你聽得懂？剛剛老師評語聽得懂？一點點。一點點啊，他都在罵你，你不知道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都是講好的啦。他說你很棒，你很有潛力啊，唱歌四平八穩。哦，加油哈！好，哎呀，那就看你有沒有辦法通過拿到獎金，好不好？好，來看兩個分數。總之你的分數。恭喜你拿到獎金啦，3000元。好，3000塊拿回去哈，帶阿婆還有哥哥哈去吃好吃的東西哈。好 ，OK，好，下次換哥哥了哈，加油。好，很棒啊，加油，繼續加油哈，謝謝你，啊，來回做休息哈。這碗菜我唔可以講，唔是得但係碗衫，將來碗一落喺見到我動人啊！
我三夫作电椅泡，看唔好看。我打神做地炮。偷心呀亮呐。有四那个侦查好冇？高公车啊，高公车是什么？高公腰我知道，高公。东西。来，安尼深夜将紧挑战赛，嘿，看得嘞。这叫正式比赛嘞，哈！比赛之前呢，下礼拜有请到李秋霞先生讲一下规则咯。好嘞。今日呢，就安尼经历到非常一个真紧张的淘汰赛。安尼菜草的希望着比赛时节，唔是紧张啊，平常心。大伯有讲平常心，就能够拿到很好的成绩出来。最主要是我唔记得歌词，啊，我跌破，我唱破。还有四季八节，注意欢喜的素材，加油哦！好，韩子谁？好嘞 ，TV。总英语带来三个字。好了。我是总英语，我上次都进来比赛，顺利过关，我非常欢喜。请大家让我鼓励，帮我这个顺利过关，希望大家。冲了山那高啊，就开了山了，梦来等了多啊，两三了江啊。等到了三那江啊，年岁了尽了，他好散了歌啊，莫念了汤了。嗨，张小姐阿姨，两位主持人哈，你好，哦，唐公感冒啊？对啊，对啊，让我感冒了。沙哑1个月了。1个月了。1个月了哦。对啊，用班感冒了。你去旅行的时候，洗温泉啊，洗温泉，我冇会讲，唔是得到温泉，转来温，一落啊见到好冻人啊，个冷气啊，就熟到，转来是速啊，就。呀，种田难就一就泡温泉。有冷泉呐，泡谁会还人诶？谁会啊？谁会啊？我没热死啊！青年呢，你对得了哦。对啊，冇动手。冇动手，冇动手啊！还好啊，你啦哈。所以，但你啥今年呢泡汤时要特别注意。我落雨的时间、风雨的时间休息下，莫冇浸太久。真的啊！我三夫作电椅泡，看唔好看到。我打神作电椅泡，我做气泡一泡。平常时用的保养还有来啊？泡汤啊？冇嘛有保养啊？还是。他多岁就想出他大啊！哦，很有磁性啊，很有磁性。但是加创到以后啊，以后，那边唔对，以后真的以后，唐先生讲到底。好。哦，那位先生来。秋夏先生。好来麻烦咯。太极哈，一开始你是本一个一直压力，刚起床的时候你是紧张讲，还声音要唱唔出来。
所以这家就不你要是只，你表现就可能较适当对位吼。照你讲，你选角是真好啦，唱个润咪真好吼，那嫌唔得。啊，毋过你去佢你配位时间，你过来爱唱个时间，上人就烂得来啦。爱唱了山啊高啊，天气出汗的时候，该汗出体啊，这样去经历到冷气房啊，对身体比较好的哈。希望你下回能给我有更加好的成绩，加油！谢谢。啊，来，看下个分数啦。总音乐的分数。92分，恭喜啊，按5分呢。谢谢。哎呦，所以尝试抹茶啦，啊，哎呀，尽量尝试哦。尽量尝试，较夹好来。好了，再变然后走，是这样子的。好来，杀下来呢。王曲奇已经要带来平板。来糖啦啊！我非常感谢我嘅先生，这次鼓励我唱传统歌谣，本我学习到进度，希望今明年做得顺利过关，加油！翻山了到哪凉啊，路弯了弯啊，太淡了流那汗啊，行路了难啊。山过了苍那处，心分了喜那，痛发了比那些啦。来走了盼嗨，哇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好。海军，你有知道吗？给他冲个米托哈，那种专业的方式，立秋啊先生应该请隔离哈。哦，也看晕哦，轻柔软度有没有？按厉害，同埋以后嘅。我嘅先生係廖秋蓮先生。哦，猜是。同樣有咧球啊。哦，那廖秋蓮先生按唔搞啊？同搞到很好。你伊咩樣搞聲音的聽啊？沒有，佢太年沒有搞。哦，太年嘛有搞啦吼。哦，真的哦。嗰個樣搞聲音的聽，只帶青島聲音嚟嚟參加比賽咧。真的啊，吼。學創上過1級咧。 1-2年。 1-2年嘅時間。我最頭前間我親唔愛唱傳統嘅。做嘛咯？因為冇了解吼，都知道唔好彈。對面嘅老師都硬鼓勵我，我都越彈越好彈，越唱越喜歡唱啊，越講一樣。唱啊就上癮了。所以硬聽的老師硬學硬學啊。意思講點都係一種心態跳嘅東西吼，對聲音嘅轉彎圖啦吼，嘅乜嘅。 韻腳啦，吼，啊個乜嘅。係啊，我老師都教我用嘅轉啊，用嘅轉好。對對，啊歌詞有當到嘅人生嘅智慧啲嘅地方哦。你可以是個填詞，想創乜嘅就創乜嘅。對，好，啊你厲害厲害，學到一下1-2年嚟，算。彈起來厲害哦。嚟，啊你彈先生嚟講評下咧，哦。唱高中。好，麻煩咯。
王小姐今日创也平板吼，创来青春啊吼，熬师也好吼，作为韵脚也做来以好，基本上咧上唔係清亮，但是佢嘅上清艳，不如講係我建議你，做得有的嗰個韻啊吼，某一天要唱溜啦。佢假出來嘅東西，翻散就散咩，擼完就完，完咗嘛要改嚟溜，唔可以靠後堂。翻散了到哪裡啊？擼完了完啊！本身唱完詩就唱嚟清好。你就照個安尼韻來唱，安就冇時有個改隻溜絲，會彈到吼，將幾隻韻吼，會改隻東西出來，唔係清順啊，吼，所以考究啊，每一天安尼啦，吼，所以研究看啊，加油！什麼先生？哦，按照這樣子，還可能係廖秋林先生用的創都用的好。調整一下就好。所以同先生研究下咧，係啊，哦，來看一下大家分數。王曲奇嘅分數。沈先生93分哦，按過分。越來越高，越來越高哦。對呀，對呀，沈夢，加油加油啊！好，再別當吵。殺下來呢？一起帶妹，今日帶來一有請。喲，手跳的喲，來彈看啦。我又來參加第二關的淘汰賽了哦。我今天要唱一首我最喜歡的小調《夜有情》，希望大家給我鼓勵，謝謝大家。常年呐，你來呐，夜有那情來喲，講是出遊啊，擔心。包論那真來喲，日盼陽來呀，日盼陰那。你也那，你來那，也有那情來喲，講是出遊啊，高談心啊。高談那，神遊那，八九那，自來喲。擾亂天下不太平呐。謝謝。哎呀，阿妹阿姨。哎呦，哎呦，唔見面應用你咧。
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你今天来逛街了哈。对气还好，怎么这样搞不清楚？好，我自己心里一下都乱掉了。一点真的啊，对对，哦，他笑不出来，笑不出来，笑没笑，嘛哭不出来，爱笑嘛笑不出来，哭嘛哭无目屎，哎嘛口破目屎。对。啊喏，我快睇你咯，啊用你咯，啊，没办法啊，唔错啦，金明唔伫做嘛嘅啦，黑啦黑啦。看那边欣赏啊来，民主老师，对啦，没办法，这个伤脑筋的交给你。好来，曾民主欣赏来哈。好，啊你的戏阿妹，叶阿妹，叶戏阿妹，对，哦。唐武昌献了树歌嗰些，唐年上一出来嗰些，是法国讲二唱迄个音乐迄高音，但是你大唱啊比较较大音嘛，吼。其实随口唱叫我卡拉 OK 就话吼，其实点细拉嘢跳来唱，唱大音呢，唱关的啊。当年呐，你来呐。所以呢，唱腔呢要稍微的调整，好，咱摆去讲呢，慢慢去练习，莫唱个大音呢，个大音呢莫浪掉，拿唔到高分呐，好，分数啊冲腰，哦，但是今日看来当欢喜，因为啊看吼一开始都是蛮来见昂，见唔看见老见了，吼有爽无？有啊，按说好嘞。分工队的哦，系啊，是不是了啊？真的我看命嘞，系啊，不好了，一开口就继续加油啦！哦，继续加油哈！好，我的嘴巴不好。对啊，一来就说，哎，带麦子的了哎。哎呀，太卡累哩！这个错摆了，这个错摆我演偏影啊！哈，这个欧松出来关系是讲。对。好来看一下分数了。啊，要看吗？一起带麦分数。只看啦，哪个不要？我自己知道了，一下我就知道。没有，你起码有基本盘21分。有。对，起码有基本盘，好了能够来就是有勇气。好了，谢谢了，好不好？下次多准备一下啦，好不好？继续去逛街了啊！继续逛街，继续聊。好来杀来。来，剑锋带来3个字。来等个啦。咱就唱歌係愛最歡喜嘅事情，所以愛每日練習唱歌，我也唔會感覺辛苦。希望大家多多讓愛支持鼓勵哦。中秋了，闽南夜啦，西方了走南，寒冬秋来了，麦呀，满山了江南。你好啊。嗨，你好。學生上個好一段年呢？哎呦，冇時間學喎。我们可以安呢，看김夫姐那么瘦弱，对不对？抽干哎。哎呦，
安尼哦，马个有透露。安尼嘅侦查好冇？吃侦高查。公车啦，我有开过。高公车啊，高公车是什么？高公腰我知道，高公。升降机啊。哦，你看升降机呢？还有了，还有做嘛嘅？做木板工啊。哎呦，用力用诶，水泥小工啊。哦，用力用。安尼嘅父母来开起来哈？哎，贵宝哎徛。嘿。很累啦。哇，美太五星。你还冇做的啦。哦，退休诶。没，改行了啦。改行当老板？没有。哦，所以你也冇做过厨工诶，看冇做。做那个居家服务的。哦，居家服务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转红啊，你妈妈茶。对，也懂流行哦。真的。系啊。好了，来谈一下欣赏的贡品。恰佢嘅先生。来，金凤姐哈，今日带来一个山果子啊。其实啊，遐山果嘅东西，同个肉嘅同样，弄，慢慢去弄比盐角来，吼，就高中讲盐韵创一当盐韵来。而每次做嚟讲，唔好查，唔创一拌料也有菜，丝也有脏，但是肉呢，平平啦，平平。中秋了，闽南夜啦，西方了这那。你用办起同伊创到也个各位，倘若本人谈起来，呀各位专员做得当奖啊，强弱分明啊。也各方面的话，你平常我再去练习，吼，因为你还有讲再继续再进一步前面比赛的话，也可能对你按平常按平顺的唱法就冇好进步之讲，一定会给哦，变你过瘾哦，所以呀，各位东西就同你用同样哦，去弄，各位去多练比个诗啊，吼，熬到清章啊，有人同你做。你讲运脚要做将来，你看有意思就重要，好，再加油好冇？好，加油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安子谢哈。好，来看本书哈，来。来，金峰嘅分数。90分。谢谢。过关没问题，恭喜你啊！好，谢谢。啊，现在 MBA 当行走了啊。再见哈。行好哦，行好。你做高档系冇嘛会行。因为做主工哦，冇可能做俾高档。好来杀下来呢。廖仲发带来六山歌。谈个啦啊。喺你长山过嚟同学老先生，对我非常嘅鼓励。我哋摆嚟参加农业大擂台，本我非常嘅有信心，希望我能夠順利過關，加油！上家唔得，百家從來，阿哥了。山歌妹蒼浪，半個對啦，阿哥了。
望來呀，半妹放那。哎，廖太公你好啊！太公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平常时练都哪练啊？练山歌有。三期的山歌班。三期是山歌班。这位还有咯？还有哪会练？韓國耳面廟。耳面廟。耳面廟特早時吼。就6點到7點半。佢會有個樂師啊。cái tổng hồ ai ngọc sử當然都該愛寫的。啊，你哦。按做。按做哦。會超多年哦。記得可能8點去上班啦。啊，利用早時吼，啊早時嘅時間當然都該練。哦。啊，但是吼，冇乜個人唱啦，唱嘅人好少。哦。練嘅人佢愛寫嘅愛都當好，當大上。哦。所以希望會唱山歌嘅人多去嘅留意。哦，批下吧，係批下嘅。哦。按住會去唱係咪？啊，我有行還是拜6禮拜啦。哦。有行還會去。啊，我去唱嘅時陣，見到當歡喜，佢講，啊，好多人要來唱，冇嘅愛到愛閒嘅，愛到無語無事啊。哦，啊，伊唱好愛閒嘅啦，吼。記得啦，係。哦，唱啊也好。所以練的地方唔單止你歌唱班練，還有耳面沒有練，神明的保佑的呢，我會好嘅。來本神明的堂，衝本神明的堂，安尼衝了較好。係啊係啊，好啦，多帶好也唔好來唐先生的講評啊。有請邱夏先生。唱歌係一件快樂嘅事情。是。唱歌能夠抒發你有我的心情，不足的心情哈。你快樂沒人言啦。不準備人嘅，所以唱歌能夠唱歌嘅時候將你心情啊調整一下哈。你咧崇拜先生哈，我感覺你準備做得真好，也唔得。唔過你聽細心細意都嘅唱，一句的，你像上家唔得，你人聽下，你上家唔得，硬唱嘛，上家唔得。會硬裝。上家唔得。上家唔得，看到拖到聽分明哈。還有搬家錯嘅時間，你輸音聽腳也是輸的。唱歌就行雲流水嘛，所以呢方面啊，希望你下回哈，你落山歌嘅時間。就你功力嚟唱，你能夠唱更加好，所以我家人講嘅小可嘅缺點，能夠改進，嗬。希望下回你能夠拿到更加好嘅分數，今年唔低哦，啊。哎呦，今年唔低哦。今年唔低哦。看張低哦。請上看哦。來哦，看一下哦。了，充分的分數。好發見彩。唱到按快樂安尼嚇。哦，吊起來，吊起來。吊起來，家嘅海軍講咧吊狗啊。喂，我出來啦。今年唔定變到夾把民國65年寫歌詞。哎呦！跟那等那叫唱。等今日歌管去啦。歌管說了。你真天天嚟練那個較好樣拿出來唱。阿萬一今日冇歌管都冇。喂！了，充分的分數。謝謝，請好哦。冇問題啊，哎呀，分數當好，哎呀，恭喜，好嚟，再邊當場哈，安謝謝。我哋沙隊呢？楊風琴特別帶來買酒歌，飲酒咯。鄉親大家好，你又見面了。來看大家唱歌，很多人企得點很緊張。鼓手了擺好，我就選了買酒歌。蹦恰嚟強送大家，希望呢各位要嘅團隊嘅強送起來，會唱得好，等你加油哦！多謝。誰拿酒愛那
水要那好花金彩，伊那念那是无来哟哟。山那就爱那山那，夜归又干那那，三年五年冇为那山那那哟哟。连那个爱那连咯，该有情咯个那，万古千秋冇为那团咯，那哟哟。哎呦，恭喜主持人啊，向前大家好。啊，创到安快乐安尼哈。哦，丢起来，丢起来。丢起来，哈，甲个海军讲，迄丢狗啊。喂，出来啦！有一些话我跟你讲了就好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大家稍稍的同好啊。翻译啊，翻译看啊咧。来讲哈，两三个主持人哈，你们讲话嘅影响力哈，给他人的。两件事情咯，我讲，一天喺讲一些文讲，一个拜佢做山东太阳，讲安太阳哈，佢终于看到啊，见他，然后爬山啊，平常爬山的时候穿。第二件事情哈，跟下个查个李凤兰哈，个西摩个妹妹唱歌家婆啊，一般人讲伊唱林淑荣哈，所以哈，矫正好几万块牙齿。你讲的这两件事情都是他讲的，你们讲话会碎心。他刚刚讲的两件事情都是从你的嘴里吐出来的耶。我发笑心，很好啊，没关系啦。对，好意啊，你看他就但他花了很多牙，花了很多钱。可能有钱也没关系啊，那花一点钱，对不对？花钱消灾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还好没有讲到你什么吧？没有。没，你看阿姨唔敢讲。啊，你牙齿也可以去矫正一下。没啦，年纪大了不管了，差不多很空。精彩唔讲，关于就好。今日唱到以后啦，讲真的。很轻松啦，哈。谢谢高总。唱高总，杨设计今日创也国会创了，佢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啦，哈。家下係創去了也創試驗，係創試驗，盡量靠近試驗一創啊。很創試驗，但是嘅杜方當到師哈，係唔參試驗啦哈，也唔咩嘢問題，也完全唔咩嘢問題，因為人學家就安尼，但是係咪先過嘅生意啦哈，有啲東西哈，可以講19還是主要錢，也很想。19、20主要錢，咱創嘅要這樣嚟創冇。是那就愛那是。係啊，愛用乜愛？是那就愛那是咯，做呀把情咯那。咱今日創嚟表情各方面嚟講，就當好啦，針對今日創好，但是大家。本的分數一樣很低，還一百先過要看生意的哈，加油！好，安主席，謝謝。好了，來看一下大家分數來。用風景的分數。好，又是一份，真的啦。好，好好托各位哈，上台挑猛衝。好，謝謝，謝謝。好嘞，再見當場。好來，撒下來。旁邊組，對對，三個字。來談啦嚇。大家好，我係旁邊組，我每擺來唱歌，都媽媽為我加油打氣，共我增加有信心來唱歌。我了解，如媽媽帶領媽媽嘅愛，共我嘅愛，來唱好聽嘅歌，本台即家唱哦。
嘿，你主记哈哈。主记。天师佢嘅親戚朋友太大家好。親戚朋友哦。兩位主持人，名主持人好。你好，好，親戚好。對。真有禮貌。佢講啊。佢今年唔點變到夾把民國65年寫歌詞。哎呦。係啊，我爸爸唔記咩唱呀嘅？咩網友唱？網友唱。等要唱下好嘅時間，我讓唱出來。我爸爸佢45歲時間啊，65年嘅時間，佢嘅歌手啊，然後佢簽到啊，佢都坐喺門啊，門講拍我爸爸上。旁邊咩旁視樂啊，係馬年啊，嘅門嘅兒童部嘅老師啊，魏老師啊，佢就喺旁邊做個爸爸呢。結果個歌詞啊，我是老佢留下來。係老佢嘅手機攝到來，係我都在學啊，等讓唱出來啊。跟你等你叫唱。電給咩歌管響？歌管說了，天天嚟練那個較好樣拿出來唱。萬一給咩冇歌管都冇。喂，人最後簽快呢？我頭都已經講快咧，唔好再講快。冇相關啦。唔係啦，給咩唱到安穩冇問題啦，係啦。好啦，佢希望要給俾你聽下爸爸嘅歌詞嚟唱。拿出來唱本太家糖啊！分享啊！係啊。好，我哋先談一下先生嘅講評。好，民主先生。必主受之。其實頭先我哋要對研究唔到個詞唱嘅時節，要唱到山啊歌啊，嗬，我哋一下聽到就講，應該樣嘅上山，嗬，唱山歌，上山山當，佢樣講我攞山，唱山歌嘅時節，唔係用山。咩山歌，嗬，繼續注意，唱跳山鳥歌啊，所以唔通聽到咧，唔本自家主線嚟啦，因為個按下唔錯，我都要讓人好，所以你咧特別的注意，唱到當主線，冇放啊，其實是將唔平常心。平常係用俾人練咧，唔是用俾人唱嘅。本自家聽到嘅主線嚟啦。好，加住喎。韓包執個重歌款啊，好，你執個加強。好，謝謝。好嚟，翻譯下本書哦。好，俾咗本書。謝謝老師。好，安尼好，所以我要上次講出來話冇一定準啊。對吧？謝謝。我別再講。哦，恭喜你啊！謝謝。有機會哦，拿爸爸歌詞出來唱哈。等我哈。安子姐哈，好啦，撒下來。撒下來，黃振總帶來評判。來等啦。好，東方里做得通過體育館嘅海線，雖然比賽熱得人嚴格，不過有評審先生幫我拿到指導，相信我拿到會越唱越好，加油！山過了河那衝啊，又過了塘，多吃了海那樹幹，心莫了。
破明了山呐。王先生你好，王先生，王太哥哈，嘿。人家一开始，人家练也歌的，练一球的咯。开始接触的客家歌。客家歌就1-2年嘞。1-2年的时间啦。山歌咧。都唔錯嘅。起唔錯啊？你這個要啲啊？應該啲啊。人嘅朋友吼，全部都變建種咧。下面家嘅表弟唔衝哦，記得衝啊，衝啊喲！尤其迄個咧，安提咧，足足機哦，足足機，係咪？足足機衝啊！還是感覺佢去衝過會，係你會緊張啦。一緊張哦，然之後呢，本來穩穩嘅東西一緊張就縮起來。請一下先生嘅講評。請先生。一個你基本唱也平板，我因為你並唔係講唔會唱，你對自己冇信心，因為你睇到試驗嘅時間戲驗。你去到講白兔言嘅細妹跳，強喺度唱，所以聽呢到要我講對望啊講對咧，應該就要有信心去唱佢。結果你聽佢唱出來有信心，聽佢就拗槍槍，聽佢就開始拗，就一拗落去，快啲就緊張咧，歌詞又冇唱到。山過了河那衝啊！流河流淌。其實我同講，所以你要將基本的強韻，細妹有細妹強韻，細來有細來強韻，同佢練上來，練上來以後，將歌詞立上去，慢慢的，自己練練，也歌將會進步，你講在5音不全。青島人將出學嘅時間全部咩5音不全，尤其係一山歌，一作家嘅韻味冇人改，往往就會引我走題。唔怕，你話讓心來參與一客家嘅歌曲，再繼續加油，好唔好？好，什麼先生？加油哈，加油加油！哎呀，看分數一下，嚟。好，王振總嘅分數。槍時淘汰哈，槍時淘汰哈，冇緊張。哦，會加油。炸火我這邊啊咧，按照這，好，準備當錯。好啦，今日8位參賽朋友。有哦，今日有槍時淘汰有2位，一位係84分嘅葉希大妹，另外一個係王振總84分，Q 樣哈。哇，振總啊，俾你淘汰啊！啊，妹淘汰咧。唔係，在線上都是得靠你啊咧，本日再轉來哈。有係樣的料。啊，其他歌館咧繼續加油啊！哈，加油！按住先。安尼今日節目都要告一段落哈，喺好唱歌嘅朋友積極來報名哦。報名專線0993883900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好，第二日到嚟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咁樣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謝謝。是夢長水仔。謝謝。是夢小飄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還有工作同仁們，大家很辛苦哈，謝謝你們。下禮拜我們記得咯，一定要數個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向下來，真